新搞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11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咱来关心昨午9点19分，宜兰东北外海发生规模6.7的大地震，全台湾拢有感觉到，有一寡所在上大震度达到4级，这嘛是今年上大的地震。新竹市有一栋爬远30年的大楼，地震的时大量的砖仔角落来，昨号的天棚嘛放起缀着边仔的5台车。另外，伫台北市的南京东路有一栋大楼外壁壁起，泰路嘛落地震凶多，加载拢无人伤亡。大楼的裂户旁放来缀着几多台轿车。随着暗暝大地震造成新竹市一栋已经远30几年的危楼，将这砖仔架加裂户旁落来，有5台轿车受到损害。警方现场有封锁线通知车主。我引擎盖轻微的啦，轻微的一点点而已啦。它是地震掉下来了吗？还是怎么样？地震掉下来。随着暗9点19，宜兰的东部海峡发生规模6.7、深度76.8公里的地震，全台湾拢感受会到。包括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宜兰县等11个县市，上大震度4级，是今年以来上大的地震。专家讲，释放的能量差不多5.6粒原子弹。只有4级，可是它在宜兰摇晃的时间有长达将近40秒，那摇晃的时间久啊，所以对于在这些山区的地方啊，我们还是要稍微预防一下。地震摇到真厉害，包括台北这份、机场这份加台湾高铁，最早拢不停驶。后来车子就大概有靠边停驶这样子，对，然后到又停驶第2次，原本20分钟 ，delay 40分钟。报告在路线检查了，拢已经恢复正常。伫台北市南京东路4段有一栋大楼的外壁砖仔架，因为地震摇甲放来。警讲各会落来去讲着人，警方有封锁线禁止通行。南港区受一寡所在跳电，路顶袂倒，台电抢修了，拢已经送电。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讲，若发生地震，民众离开检疫场所，记得挂水啊。如果是居家检疫的话，我想逃命，就说以保命还是最重要。当居家检疫者，如果你觉得有地震，那可能房子还是要逃生的话，那还是请戴上口罩就逃生啦。因若是一中检疫所，是由现场的指挥官决定是毋是逃生。总领上强调是以建议为主，违法，因为伫个紧急状态也是以逃生优先。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是来关心，今仔日半暝啊2点15分，宜兰外海佫发生规模5.6的地震尾，宜兰的震度上大有4级，加载嘛无传出灾情。接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咱继续受东北季风甲南边混合影响，伫遮方面的北部、东部有局部地渐雨。咱来看上新的分图。今日大台北、基隆北海岸东半部会继续落雨，气象局早起有针对基隆、新北发布大雨特报。温度方面，日时北台湾高温大约是21度到23度，伫南部有29度。日时暗时温差较大。要提醒乡亲，礼拜日有冷空气会到位，全台湾温度拢会下降，低温可能只有15度以下，会一直寒到后礼拜4。若未来一礼拜，伫北台湾同款是淡冷的天气。因为日头在落雨，加上有地震，北台湾、东北部的山区土质会较松软，乡亲较莫挖进山区。来关心台铁高雄啊到瑞丰这段，因为山壁放气，火车无通，抢修超过1礼拜啊，严阁还未做煞。交通部长林佳龙昨昏有去到现场，伊是表示讲，因为天气的关系，原本是按算13会当过一线双向来通车，严阁即马照进度来看，应该是无法度啊。当天气区无大雨，固定在山坎，当时放落去的土石也拢一车一车载入现场。高雄啊，瑞丰中段第7天，当地天气犹原真歹，风大雨也大，虽然一夜抢修，不过交通部长林佳龙证实，恐吓无法度达成原本12月13大线双向通车的目标。往上边坡保固还有整个排水的系统，所以时间会是拖的会比较久。如果以目前这一个天候那会是不确定的。那这个时间我请就是应变中心在综合资料之后重新评估。
往东部干线长超过1礼拜，交通部继续协调客运业者、公路加国道专接计划。宜兰港埔段表示，目前抢修进度要停伫青竹土石甲线坎稳固，等甲清了就开始复原铁基路甲电力设施，下次甲安全无问题才可能营运。只是测试放弃迄一天，铁道学会表示，代替内部监控资料为放弃前一天初三开始，健康数值就一直下降，显示线坎已经咧骨。代替当时还佫咧通车。是无顾乘客性命，要求交通部负起完全责任，也呼吁运安会爱调查。自从普悠玛事件之后，成立了营运安全处，也希望能够导入安全管理系统。可是，按照目前看起来，做的情况还达不到铁路营运安全的作业标准，在安全管理上面，它完全的失控了。代替以书面回应，强调这路段11月底放弃了后，24小时拢有人咧监控。12月初通车时，尽量达伫安全范围内，无抢通车。代替的山坎检测计划范围，伫铁路路宽外10公尺内。这摆放弃是伫路宽外90公尺远较悬的山坎，伫评估区域范围外，主要也是天气影响。目前已经调派人手进全力抢修。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新店的地堡发生一件嫌犯脱走的案件，有一个姓纪的嫌犯真正是通缉犯，伫介护住院的半中途，甲朋友斗空选去，因过警方随伫23点钟内，伫家人甲嫌犯掠到手。毋过即马就有人质疑讲，介护就医的过程有失误有颠打，嘛在问讲嫌犯为啥会当揸手机啊，而且毋免挂手铐。穿乌衫2个查甫人向压制伫咧涂骹，有挂骹镣甲手铐，壁个查某囡仔嘛有扣手铐，真侪警员甲因包围，毋敢放令。涂骹是有真侪火，因为警方迄当阵伫咧掠犯人的时阵，开枪带着一个查某囡仔，向向出现枪的声音，嘛互附近的居民惊到。枪真才出来的啊，好像5、6枪吧。警方要抓的，就是伫咧初九下晡，伫咧介护就医的时阵逃走的姓纪的通缉犯，去互带转去警察局的时阵，伊讲会逃走是警察的问题。自己跑掉怎么会说是警察的问题呢？警察有问题。电话是警察给我打电话联络家人的啦。姓纪的嫌犯因为涉嫌发毒品放火定案，去互判刑了后无够案，转来去互通缉。原本警方出动已到案，毋过姓纪的嫌犯知影讲家己累积刑期已经超过5档，是无法度接受，了后就逃走。代志发生的时阵，伊是假做家己心脏病发作不爽快，伫咧2个警员的介护之下，去先着病院来互医生看，因为伊需要注射，所以无扣手铐，干那挂骹镣。毋过手里煞有摕手机啊，要离开病院的时阵，趁干那一个警员伫咧现场，伊的朋友就出现，先假做要甲警员讲话，煞向甲警员压制伫咧涂骹，互说即个嫌犯坐接应的车来逃走。锁定涉案车辆来以车追人的方式。终于在10日，我们有锁定其中一个涉案的车辆。姓纪的嫌犯甲伊的同伴一路向北部来逃走，佮一直换车来坐，闪避追查。毋过车闸也是伫咧家人去互发现，去互警方掠起来。毋过敢若掠着人，因为伫咧介护送病院的时阵，姓纪的嫌犯手里是有摕手机仔的，嘛互外界质疑讲，介护过程敢是有符合作业规范。整个介护就医，有疏失的部分，我们会依照规定由警察局督察科来做一个调查。那我们同仁是不是有涉及到诉讼人办的部分？我们也会来调查。这件通缉犯逃走的事件，警方伫24小时以内就甲人顺利掠到倒来。毋过伫咧介护执行过程有各种问题，新竹县检察局嘛坦白讲有疏失，会进行检讨，嘛会组成专案小组来甲责任查获清楚。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台北地检署侦办劳动部姓邱的前组长涉嫌贪污，摕基金去炒股票，昨昏是搁展开第3波约谈。11月底，自本是证人身份的家保家公司社长的执行长，昨昏互改做被告。来看《中国时报》，美国进前针对牵涉制定香港版国安法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14个副委员长提出制裁。中国外交部即马嘛宣布讲，要提出反制措施。一寡美国的行政部门官员、国会人员、非政府组织，还有因的家属，嘛提出同款的制裁，嘛取消美国人临时去访问香港、澳门免签证的优待。来看《自由时报》，昨昏12月初10是国际人权日，行政院是表示讲，为着要配合国家人权提升，打算要伫行政院下边设人权处，来推动下部会的人权事务。毋过，这甲监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有啥物无同？即马嘛有引起部分的质疑。
来关心疫情指挥中心昨是表示讲，最近也咧找感染源的台商，自本讲应该是咧上海机场访问到。啊，毋过即马佫讲，伊甲另外一个德国来的确定病例，捌住共一间防疫旅馆，所以嘛会去调查讲，敢是伫遮去画到的。啊，那昨昏咱讲来新增加4个大病疾病的案例，4个拢是移工。国内国新增加4例确诊个案，分别伫11月25到1日之间来台湾。第712例是印尼籍女性，有登记前阴性检测报告。第713、714甲715拢是菲律宾籍移工，713有流鼻水，其他3人一检到即马拢是无症状，4人拢是伫检疫期末采检确诊。4人都是在12月8号及12月9号进行检疫期满前的采检，那在今天确诊，3人无症状，1人发病，在前2天也都在集中检疫期间，也没有跟人接触，所以也没有匡列接触者。指挥中心调查也发现，进前伫防疫旅馆检疫期间确诊的719例浙江台商，伊住的防疫旅馆内底其实还有一名确诊者，第693例是为德国入境的男性，在1月29住共一间旅馆6楼，伫12月初3发病，浙江台商住伫3楼，是在1月22入境，12月初5确诊。指挥中心认为2人无共款流传，检疫者拢上通讯软体甲旅馆联络，不过也是对旅馆的12名工作人员甲2位主管做采检。我们会针对这个旅馆，那他们的旅馆的人员也会做采检啊，也会做血清检体的检验啊，来做，还有这个环境也会做采检来做确认啊。有感染科医师认为，台商真可能伫防疫旅馆被围着。指挥中心表示，目前看来，2个确诊个案无关联性，初步认为是境外感染的可能性较悬。目前疫调显示，访客检疫期间也无出外，后续会采检各做血清检体检验，找出感染源。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即马也咧增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6900万例，死亡人数有158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4例，目前咱台湾是724例。中国病例有86000例，香港有7200例，日本已经超过172,000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1600万例，印度是超过976万例，巴西超过678万例。伫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173万例，法国超过239万例，伫英国是超过179万例。美国的感恩节过线了后，疫情恶化，致使美国国一日死亡人数又创下新高。专家是认为讲，美国疫情是哪来哪严重，这甲休困大家放零防疫措施有关系。啊，那美国即马当地心辉瑞药厂甲 BNT 药厂做伙研发的预防针，测查的是以17票赞成、4票反对、1票弃权，建议政府来使用。所以按算讲 FDA 若是通过了后，上紧美国伫拜六12月12就当开始注射。美国第2大辖区加州的洛杉矶联合校区，初十开始拢无看到学生该做线上教学，为了要防止疫情拖开，辖区的防疫限制也加重。初7开始宣布，这个学期所剩的课程，抑个儿童托育计划全部暂停，课后家教也禁止。COVID-19 case levels in Los Angeles are almost 3 times higher than those in San Francisco and twice those in New York. Schools in Los Angeles can't consider reopening until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is at much lower and safer levels. 加州伫咧初十通报220人着病过身，超过7月31日219例记录。美国目前是感恩节假期了，已经爆发状态。最高全美国一天新增加3124人死亡，创疫情以来新高纪录。Today we are reporting 21 new deaths. This is the 3rd day in a row we've reported over 20 deaths in a single day. And this is definitely related to the November surge we saw in cases. 美国卫生甲公共服务部上新的统计，全美国顶礼拜至少有200间病院客满，1/3的病院动静到护病房使用率超过90%，新冠病毒的相关病人就占46%。11月第1个礼拜也才37%。专家讲，情形恐惊也会恶化。伫美国真有名的脱口秀主持人艾伦·迪珍尼斯也确诊，伊讲伊感觉家己的身体抑阁算袂歹，伊身躯边较瓦群的人也拢收到通知，伊家己爱遵守医疗防疫的相关规定。
今年62岁的珍妮斯是较名的节目《艾伦秀》的主持人，也发言人讲，艾伦秀将会停工到明年1月。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关心印度的南部一个所在发现怪病，已经有一个人死亡，500多人去大院。经过检查，是因的体内重金属伤悬。当地卫生单位嘛针对食食甲水来做检验，毋过并无发现重金属，到底是倒位来的，即马正在调查。印度南部安德拉省不明怪病，甲目前差不多500多人去看医生，佫造成一个45岁查甫人过身。全印度医学科学研究所针对病人回做化验，结果为血当中验出过量盐、铅这微粒的物质，研判真可能是重金属中毒。As a consensus, it was thought that it is not a bacteriological or virological infection that is causing problem, and it is as of now it is thought of lead or some other chemical substance which is causing problem. Lead alone or it is complementing some pesticide poison like organochlorine. So it is under investigation. 为找5印度发现第一例怪病，率起大量患者出现头壳晕、热吐、头壳痛、甲亲像痈痱的症状，不过原因无清楚。原本以为是变形的新冠肺炎，不过病人经过核酸检测了后，拢是阴性。当地卫生单位对患者食面甲啉的水做检测，无发现过量的重金属。联邦机关拉奥迪推特发文，因为有机率是起因，有机率常常被用伫砂糖剂当中，不过要去调查。即摆患者以囡仔甲年岁大的人较济，血当中确实有过量的重金属，会损害大脑神经甲心肺功能。另外，印度新德里最近也个面临空气污染，首都一片雾茫茫。敢若去年，空气污染已经造成167万人死亡，将做国内第3大死因。如今阁拄到新冠疫情，起码已经有970万人去活掉。14万外人死亡，天灾加任何，互印度政府是喜历历。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来关心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的后生杭特，伊是表示讲，伊正在接受联邦调查局调查伊报税记录，不过伊强调伊是清白的。另外，美国总统大选的官司战，即马有18州做伙控告4个决战州的选举是违反宪法的，要求最高法院要量查处理。美国总统大选投票进程，纽约时报报道，拜登的后生杭特涉及甲乌克兰石油公司，也有中国的秘密交易。杭特的电邮门事件是迄当阵大选的焦点。伫即马拜登宣布胜选准备之前，杭特选伫咧催告讲，德拉瓦州的联邦检察官透过伊的法律顾问转达，正伫咧调查伊的税务记录。杭特发声明讲，伊正认真看待这件代志，相信借由专业客观的审查，会当证明伊的税务处理合法妥当。CNN 的报道讲，包括美国国税局 IRS 加联邦调查局 FBI 拢参加调查这个案件，审查几多项财务问题，包括杭特甲同事是毋是伫咧甲外国做生意时阵违反税务甲税钱相关的法律，其中重点是中国。另外，拜登伫咧催告提名新的国防部长人选，由退役的将领前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奥斯汀，有可能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非洲的国防部长。不过，照规定，美国退役军官接国防部要退役满7年，奥斯汀将4年无合规定，也怪参众两院表决同意后变。I know this man. I know his respect for our Constitution. I know his respect for our system of government. So just as they did for Secretary Jim Mattis, I asked the Congress to grant a waiver for Secretary-designate Austin. 另外，美国贸易代表提名人选传出讲是爸母拢来自台湾的戴奇。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网站，戴奇伫咧康乃狄克州出世，伫华府大汉、耶鲁大学加哈佛法学院毕业。美国大选虽然已经结束，不过争议也无停。社群影音平台 YouTube 催告伫咧部落格讲，因为已经过了选举的安全讲历，各州的结果拢已经确定，指向拜登胜选，所以开始移除迄寡主张选举舞弊或者是信号，造成影响大选结果等误导的消息。另外，德州伫咧催培以选举过程违宪为理由，要求美国最高法院法官乔治亚、密西根、宾州加威斯康星4大摇摆州的投票结果，催告密苏里、阿拉巴马等18个州也响应，希望最高法院会当受理德州所提出的诉讼。目前最高法院也无回应。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来关心今仔日国际上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
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昨昏宣布讲，要提名台裔美国籍的戴琪做美国的贸易代表。戴琪的父母拢是台湾人，伊对处理美中贸易争议真熟手，而且华文讲甲写脚。来关心波兰的唱水团队，最近伫波罗的海发现二战时期德国军舰的残骸。专家嘛怀疑讲，这只军舰内底有藏价值94亿新台票的宝物。法国著名的周刊上新的一期标题是写讲，啥人未来会影响全世界。册批有5个国家的领导人，内底嘛包括咱的总统蔡英文，显示咱台湾伫国际社会愈来愈受看重。来关心美国的众议院册批通过2021年国防授权法，强调会支持咱台湾，嘛协助咱台湾有自我防卫能力。咱外交部表示感谢，嘛讲会继续深化台美的关系。美国联邦众议院册批以345票赞成、78票反对通过2021年国防授权法案，表示支持台湾协助台湾维持充足自我防卫能力，各建立太平洋威胁倡议，强化美国伫印太区域防护能力甲结明，加强协助中国。彰显美国国会不分党派对于台湾国防安全还有台海和平稳定的高度重视跟支持。外交部在这边表达感谢。法案还阁经过参议院表决通过，送白宫由总统川普签署了后，才会正式生效。外交部表示会密切关心法案后续的审议情形。也强调，今年伫台美关系顶悬摕到真侪项重大进展。另外，外交部也宣布甲沙特阿拉伯签署台沙租税协定，避免相庭扣税甲躲在逃走税。那这也是见证了台湾跟沙特阿拉伯两国的一个经贸关系往前在迈进。全球疫情严重，外交部印尼数水办事处甲芬兰代表处测查各有1名人员确诊，这是台湾驻外管处这个月第4摆传出有人员确诊。目前有人员确诊的外馆有美国、法国总共16例，确诊人员有18人，拢是轻症。因为甲确诊人员有接触的驻美代表萧美琴，进程也已经结束隔离，出关到办公室办公。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中天新闻台换执照无通过，今仔日12月11是执照使用期限上下尾一天。有民间团体是站出来支持中天，批评政府伤害新闻自由。若中天本身是发起直播42点钟的活动，无休困。执照要伫咧12月19日的中天新闻台今日上尾到达时间，甲了影片搬出来说话，中天主播轮流就阵行出来互我报新闻，而且嘛发起直播42小时无断电的活动，要甲网友伫咧线顶互动到上下尾1秒。若是目前嘛传出中天新闻有意思要转换去网络发展。因为 NCC 顶一日对中天新闻台做出袂互因换照的决议，代表讲执照到期了后，就要退出有线电视平台。毋过消息出来也是引起争议，甚至有民众走去中天电视台头前用火烧家己。若是民团早起是搁一个集合来声援中天，讲到迄个烧家己的民众，搁讲甲喉更甜。我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流过眼泪，但今天我也不舍，我今天我站出来。从府院到 NCC 一条龙的作业，在打压媒体的自由，在试着把台湾变成一个一言堂的环境，难道这是我们国民可以忍受的吗？民团批评讲 NCC 列出袂互因换照的4大理由，包括内控机制无效、裁罚案件收济等等，拢未禁止学者专家来检视，所以因按算发起逐日实行甲静坐的活动来表达抗议。另外，中天声车给处分去反应驳回，因不满提起控告，裁定结果70敢会出来，嘛受到大家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劳动基金红提起炒股票这个案，台北地检署昨暗发动第3波的行动，去敲证券公司互发投信，嘛约谈投资长甲研究人员，嘛甲进前列做进前的保家资产姓陈的执行长列做被告。透明问话了后，有5个人互申请羁押。警长，是你指使邱议员炒股的吗？伫无啊号廉政署人员传入去地检署的，就是保家资产管理公司姓董的执行长，
中国嘅本来列做证人，催责案不再被约谈，因为劳动基金采购案的案情升悬，伊昨确定被列做被告。用纳税人钱炒股，不觉得很可恶吗？劳动部劳动金运用局国内投资组的前组长杨乃文被羁押禁见了后，廉政署查出县党的执行长加投资部县区的主管，自去年5月就敢若是开始查远东公司的股票，不过今年4月到7月，迄当阵股市行情歹，股票卖了无好，因为县区的主管甲杨乃文进前就熟悉，就想要卡劳动基金。约杨乃文食饭讲好这件代志，昨县区的主管也再度被约谈告案。是受指示才炒股了吗？劳动基金采购案检联催查发动第3波的搜索约谈行动，搜查证券商福华投信等5个所在，除了约谈保加县党的执行长、投资部县区的主管，也约谈福华证券县区的投资长加4楼的研究员，全来依照贪污加证券交易法方向扩大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咱政府为着要压制厝价，行政院昨有通过实价登录2.0的修法，要送去立法院审议。修法的重点包括后摆厝的买卖、介绍拢要用门牌，也是地号去登记，而且新起的建案预售厝全部拢会做管理。若是写假的，上悬会罚款75万。政府展现打棒的决心，行政院7月通过实价登录2.0三法案，会送请立法院审议。即马门牌是用30号来做区间，去互质疑无够透明。即个修法互门牌全部公开，也就是讲，伫咧保护资料的前提之下，实价登录个案改做大号登录。修法的重点就是把所有的门牌地号都是全都漏，并且呢，溯及以往的溯及已揭露的这个案件。所有的预售屋的建案在销售前必须送备查。除了公布完整门牌地号，针对预备厝借款，包括资讯不够完整、延迟申报，即个修法拢甲预备厝全部纳管，而且即时通报。另外嘛，甲主管机关查核权提供法律慰解。未来内政部质疑个案介绍会当直接向相关机关也是金融机构来查文件，而且为着防止民众无申报，也是介绍不实，修法了后经过3届处罚，也是无改正，上当会当罚75万，会当连续处罚。房地产的部分，它应该是用来居住上的功能，它不应该当作是一般性的这个投资标的来做炒作。这样的炒作行为，如果还没有看到明显的收敛，我们还会提出更积极的措施来因应。修法的另外一项重点，针对预备厝申报不实，政府嘛加强采取一户一罚的原则。除了实价2.0修法，政府要预防个人透过公司来查不动产避税。嘛针对所得基本税额修法，毋过为着避免伤到新创产业，排除设立无满5年的高风险新创事业公司。记者综合报道。昨天11月7日是国际人权日，有劳工团体去行政院外口发声，希望政府重视移工的人权。劳工团体是讲，长期以来，中人也有移管中心拢互相咧推卸责任，政府嘛目睭客客当作无看，无要管，才害移工即阵互当作防疫空棚。人权保障却佛系，人权保障却佛系。劳团伫咧行政院外口提被报条抗议，批评政府无注重移工的人权。台湾国际劳工协会研究员邓秀莲指出，移工伫咧台湾大环境真歹，最近发生108移工确诊。因为总部管理逼出问题，毋过社会言论所甲问题指向上加赞上无力量的移工的宿舍环境真歹，除了是疫情期间真重要的无看到的操烦，嘛是政府应该爱重视的问题。外劳宿舍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常常跟工厂坐在一起。工厂有什么？工厂会有很多的易燃物，那易燃物一烧起来，铁皮工厂因为它受热会倒塌，就全部人跟货全部倒在里面，然后。我们消防员进去，甚至也可能受困，自己可能出不来。台湾学外劳31年，这30年他们住在哪里？可能今年这个时间，他可能是一个非常坏的时候，但是他可能也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去看到跟去解决这个长年以来的问题。伫咧疫情期间嘛，发生真侪移工入境检疫了后，雇主也是对境外感染真惊吓，无愿意移工进入家庭。劳团认为讲，这是因为防疫资源无做好，雇主唔敢冒险，防疫责任无应该转换去雇主甲移工的身上，应该甲移工来入去国家长照体系来统监管理。舆论上会一直在指责这个移工是一个所谓的防疫的破口，其实就是因为在这个疫情之下，我们才发现 ，OK， 原来他们是一个人，他们会感染。真正的防疫破口其实是我们
社会长期对他的漠视。劳团认为讲，防疫所需要的条件包括保持社交距离、工作形态调整，对移工的工作性质甲环境拢是一个大挑战。呼吁政府应该甲责任担起来，改善移工人权的问题，好落实防疫，毋是干那话口号尔。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卫福部双和病院姓林的副院长啉烧酒塞车，车塞到一半停伫路中黄雪困去，警察去问才发现伊食酒，所以即马向医生发办。病院这边嘛发出声明，讲会处罚。伫最高限11点半，一个轿车因引发的验过踩伫咧慢车道无震动。派出所的警察经过看情形无啥着起来看卖咧，发现车顶的人是啉酒啉到忙啊困去。当场看其面色有酒口吐出有酒味等形式据以盘查驾驶人也坦诚有酒后之情事经酒测值达0.55毫克，我们全案依刑法的公务危险罪移送法办。这位驾驶是卫福部双和病院姓林的副院长。伊主要是做技术伪创、脑外伤加各项动静照护，其中伫咧技术伪创手术真有名。伊本来啉酒了，已经设好代驾，家己把车子停车场驶出来等。他自己从那个餐厅饮宴后请了代驾公司代驶。因为在地下室的期间无法收讯就将车开一段路坡道，然后转弯停在路边中。双和病院随即发声明，向社会道歉，讲会对副院长的行为做听取，也会对所属单位的所有同仁，搁再加强宣导，也搁提醒袂用搁再犯。台北市警局讲，啉酒了就算是敢若开一节或者是人坐伫咧驾驶座，因为有法伫咧等代驾来，拢是违反公共危险罪，一定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县修法降低罢免的标准了后，这个拜六伫明仔，台北市树林区的福安里要举行头一站的罢免投票。因为不管社的开发慢顿拢无进展，所以有人发起要罢免福安里的里长谢文嘉。伫社的路顶宣传车来来回回，希望里面伫咧12拜六爱记出来投罢免票，因为不忍心看到社伫50年来原地踏步，伫当地待40几冬的陈正勇提案罢免现任的福安里里长谢文嘉，列出13点理由。所有的开发案有可能100%的人同意吗？不可能为了少数的人牺牲我们多数人的权益吧？被指控的里长谢文嘉提出柜台资料，证明家己连续做4届里长，14年来一直拢伫咧替居民争取权益。伊强调，无反对开发，是要替弱势居民争取补偿。有厝无地有千几户伊后摆讲迄3万块来纳20%敢纳袂到，纳要1000万的贷款敢纳袂起。我今日替里民争取，安尼袂使。照台北市选委会资料。涉及一个福安里会当投票的人数有4284人，罢免通过条件，伫咧同意票爱超过1/4，也就是1071票，而且爱最过无同意票。当地居民是毋是同意社开发，也是一项参考的指标。记者综合报道。那中华风苑有3个庄仔头的村民昨昏是去中华县政府陈情，因反对政府，因的地方政府佮放出执照，害地方要佮起新的畜牧场。伊毋但要求爱撤销，嘛要求爱守法管理。反对起新的除掉。中华风苑的居民去中华县府抗议，因为不满当地两家场甲饲猪场已经真济，不过中华县府却阁核准设18个新的畜牧场。要改善这空气，这污染。风苑这地准备要起两家场，原本对面的农田也准备转卖起两家场。当地民众不满，这畜牧场大部分是外地人申请营业，钱趁饱却将污染留伫当地。把砖头来买去买去伊嘛是开了要搁卖我伊帮你贵才俗臭味种种的我讲你若伊迄个气若喷出来拢红草拢臭到拢死根据中华县府统计，目前全县的两家场有840个，伫风苑的就有415个，101万只的两家已经核准新设的，还阁有16个，饲猪场也有642个，其中109个伫风苑按算要阁新设2个。农委会的允许的一个上限，所以我们也接近饱和。农委会准我们就是暂停蛋鸡新设的蛋鸡畜牧场的一个
升起。要修改这个，我们必须要跟议会还有跟民众讨论，才有办法去定出到底要定几公尺嘛。土地俗啊，外地要来起个污染，甲咱起阮新城村，因趁钱趁倒因厝会享受，阮哪要怨？中华环保强调，拄退步农委会暂停受理，也要修改驻地条例。不过地方行为，即卖设置条件先过零，防范居民无法度接受。若是搁起身呢，拢会反对到底。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南投，南投的溪池乡甲国姓乡拢有客家庄。较早时因为山区交通无方便，要卖落行山路，庄头小狗插嘛拢靠这条古道。结婚嫁娶嘛是，所以伫南投溪池甲国姓之间有一条阴青古道。地方即卖想要争取经费来修复这条古道。较早伫山区的交通非常无方便，民众为着要生活，着搬山过岭。这条大约4公里长的古道，先开始是南投县溪池乡五城村甲国姓乡南港村的居民为着彻查才开的。后来两村也接互相配亲，就成做一条牵姻缘的古道。人也讲是姻亲古道。这一条路早期应该是两村村民谋生的路，谋生的路就有这个姻缘的认识，就慢慢的。通婚每年逢年过节都会带着礼物来往。五城村甲南港村是南投县上重要的客人聚落，这条有100年历史的姻亲古道，唔但联络两村的感情，佮串联客家的历史文化。不过自从公路开通了后，山路渐渐失落，珍贵的客家传统、人文历史也道互人放袂记。这附近的聚落都是南投县客家人重要的一个范围。那因此这一条古道，它不单单只是一条古道，其实它串联的不同区域的客家人，他的一些早期的生活的面貌，也渴望能够透过实际的踏查，能够在这个古道上找到一些属于客家人留下来的东西。为着把客家聚落的历史文化捡倒转来，县府争取经费，委托这方面的专家找找姻亲古道。另外，县府也发现，有10条古道和客家文化有牵连，就提出计划，望要修复路线。那甲以前传统找倒转来，也通带动地方的观光。记者综合报道。伫屏东的三地门有部落在推设老幼共学，互囡仔逐礼拜去一间照顾中心，陪时代做伙做物件、运动、读册。人讲老人囡仔性，有囡仔来陪老大人笑眯眯，心情嘛加较开阔。看到母母甲球弹出去，囡仔拢大声喊加油，现场足热烈的。比赛输赢无重要，伫照中心遮的阿公阿嬷，因为有这群囡仔陪伴，心情感觉变较快活。这边比较好，比较热闹，跟小朋友在一起好玩。我学到很多，然后我觉得母母他们很可爱。蒂摩尔国小4人前开始脑游共学课程，因即马逐礼拜拢会来伫照中心唱歌、讲故事，互母母听，嘛甲老大人做伙耍、做伙画图、做手艺。毋但老大人有人陪伴，囡仔嘛学习要安怎照顾别人。在传统文化里面，其实部落是一个共生、共享、共荣的一个部落。那其实大家是彼此互相照顾的。经过了1次、2次，甚至数次这样的互动，这样的时候，其实他们的那个表情是很多的喜悦，甚至他们会期待，就是说我们的孩子什么时候来。伫照中心的老大人拢是失智也是失灵，因甲囡仔的互动是上好的治疗。台湾已经是高龄化的社会，透过这个课程，互囡仔提早理解失智，嘛是上好的生命教育。记者综合报道。再来文化新简介，咱来看国际舞蹈表演团火焰之舞来咱台湾表演。要换一摆的表演者，经过14天的隔离，第2摆体检嘛拢是阴性了后，昨昏伫台北的小巨蛋做总彩排，带乡亲来先看先赢。整齐动作充满爆发力，踢踏声响遍现场。踢踏舞剧火焰之舞第5摆来台湾展现现代武技甲定面。真拍迷舞者伫14天隔离2摆体检顺利过关了后，齐抓做会总彩排。隔离期间，大家透过网络视讯一直排练，唔加放练。
Been working on Zoom online. We've been learning our lessons and our routines online, but we have only met for the first time in Taiwan in rehearsals. It's my first time here in Taiwan, so it's so nice to be going somewhere, especially this year with the pandemic and everything. And it's just amazing to meet so many new people and share this amazing experience. 而且单位强调，这摆表现是依照一般的短期商务人数来台湾的申请模式，所以要隔离14天，让台湾的民众是能够安心的。对，所以我们是不希望去采用这样艺文泡泡部分，我们希望是可以让舞者自己也能够放心的来演出。大家把握电台进前的宝贵时间，赶紧练习，也要伫礼拜511开始为台中展开6天8场的巡回演出。在疫情严重、国际艺术表演用要停止这段时间，将上精彩演出呈现给台湾的观众。记者综合报道。昨是世界人权日，民间团体甲一寡民主先辈做伙去总统府头前替死刑犯屈和顺请命，因誓总统府32分钟，代表屈和顺互冤枉32天，嘛呼吁总统要赶紧甲伊特赦。世界人权日即天，包括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在内救援者甲基辅律师团来总统府头前的广场，甲因为入境案去互判死刑的屈和顺来谢冤。民间团体即摆是用架设总统府周围32分钟的方式来象征屈和顺失去自由32天。庭前的队伍哪行哪放送过去的警察，用拍的用骂的，强逼强法，并做录音带，一个一个拢挂脚镣手铐。扮演屈和顺的人目睭搁按乌布，代表讲互冤枉32天，伫感觉无见天日。去年的模拟亚洲人权法院判决说，台湾政府羁押屈和顺32年，这个羁押本身就是酷刑，更不要讲说一个人含冤埋在那个看守所里面阴暗的角落里头埋了32年，把他人生最精华的岁月都放在看守所里面腐烂。屈和顺1987年去互指控涉嫌保险员关昂玉兰分尸案、学生入境杀害立息案，经过真侪摆的警审，伫2011年去互判死刑确定。不过，义务律师团认为讲有冤情，而且警方嘛有动刑、逼扣金等等的定数违法，一直替伊走总法冤枉。今年4月，嘛有向总统府要求特赦，不过也未得到回应。记者陈嘉文、林玉凯台北报道。那白色恐怖时期夺走济白白往死的性命，嘛，互受难者的家属一世人艰苦。1953年，伫绿岛红馆的政治犯宋成淼伊的姑囝宋文朴，2年前甲因爸爸的遗物拢捐予国家人权博物馆，希望大家爱会记得这段历史。对照太太张雪露的相片，画出对伊的思念。图的后壁有老话，写讲要留予后生宋文朴。这是宋成淼先生1956年从清国进前留落来的物件。宋成淼1924年出世，伫咧台中丰原王子国小带升学班，和董事张树旺因为牵涉台中地区工委会张碧铁等案，互政府以加入叛乱组织的罪名判12年。1955年，2个人伫咧绿岛新生训导处，因为牵涉吴成达和陈华等案，伫咧政府严格审查之下，全改判死刑。宋文朴讲，头摆和爸爸见面是伊8岁摸爸爸的黄金翁啊。伫我成长的过程中，这是一个足大的一种压力甲悲哀。上可怜应该是阮妈妈啦，伊甲过身拢唔知影爸爸为安怎，这是我真唔甘的代志。宋文朴坐伫咧王子国小，即间爸爸互带走的教室。到大心要真酸，伊是希望未来即间伊住到23岁才离开的学校宿舍会当保存落来。即马透过客委会的经费，希望讲会使申请到这修缮，互咱在地囡仔知影讲伫这所在发生的故事。王子国小每年就满100岁，宋文朴先生讲失去的亲情无法度弥补，不如个透过历史建筑的保存，互遭受迫害的心酸故事会当互人谨记在心，也提醒后辈唔好搁再脚步踏差。记者民警长随曾培文台中报道。台语文刊榜镜头来台南新市的社内社区，有一群老大人真爱台语。
因对罗马拼音开始学，对一个退休的教授吟唱故事，学在地历史甲文化。有一寡老大人已经学7、8档啊，即马也会晓创作写台语诗。天空之下无尽管，祝你春节有路通。60、70个老大人对老师念古诗词，这首诗就是写新港在地历史。校园内底这位廖光林阿公已经80岁啊，莫看伊头毛已经白，读册煞比囡仔较认真。伊已经上课上8档，是这个班的班长。有着足济啦，啊，这上重要就是讲这个罗马拼音嘛。我以前咱唔知影，咱拢当做是英文，啊，这个罗马拼音哦，实在足好用，无论什么语言拢完全会使用罗马拼音。社内社区的台语文化班学员大部分拢是阿公阿嬷，甚至有人80、90岁，嘛有人原底唔捌字，因拢爱学罗马拼音。文化班的老师是这位退休的董宏正教授，伊研究过台湾历史。社内社区古早叫新港社，有台湾第1间的学校。伊讲伫遮开汉学班真有意义。第1间学校伫甘地书定牧师所设立的1632年5月2日第1间学校。这嘛呢，我想呢，历史上来讲，介大意义就是这是台湾第1个，这块土地有文字的，叫做新港文书。迄个新港文书就用罗马拼音字来回复过去呢，这个咱讲叫苏俄啊，吼，在学汉学啊，吼，这个汉学班啊，开苏俄啊，来读这个汉学册。董教授嘛想袂到，第1档才收20位学员，到打学员煞愈来愈多，真侪人对别区别个县市来上课。学员唔但爱学罗马拼音，会晓创作写台语诗。老师甲学员嘛做伙出版真侪本的绘本、台湾俗语等等的新册。我是介写就是讲，当年无念书，惊国唔读书。大汉唔捌书，只能做车夫，因为我到尾是使云南客运的司机。伊袂晓 ABC 哦，所以伊看到 ABC 的时阵吼，伊是读阿伯册地，这真特别嘛吼，真特别。因遮吼学员呢，因的学习吼，老实讲，值得我学习。伫发表会，每一个学员上台念诗演奏，拢认真佮有自信。遮个老大人传承在地台语甲历史文化，每礼拜会当同齐学台语，是因上期待的代志。记者陈家军、赖伟做台南报道。镜头来美国的纽约疫情严悬，真侪活动拢取消。毋过呢，过境的来美国过境的渡照嘛是照时间来，加速当地民众生活当中讨棒压力的来源。秋天的中央公园换新衫，也是看鸟的好时阵。在地理专家鲍勃的后边就无唔对。The great horned owl is in this tall pin oak up above us. Okay. 鲍勃为拄只讲线，大家随摕翕相机望眼镜看树仔顶这只鸟头鸟。占地正快的中央公园，每年拢有220种的鸟出现。做赏鸟导游工作已经30几档的鲍勃讲，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来看鸟的人颠倒多。There's fewer things to do in New York City, and the things that you could do inside is either limited or canceled. So people are doing things outside. That's good. And these walks are only $10, so that's a really good deal in New York. 今年来中央公园看鸟的人明显变多，其中有真侪是少年人，像28岁做医生的高一儿就是其中之一。要看鸟啊，除了爱目睭金耳孔内，手若摕一寡土豆搁舔开，鸟啊也会活过来。I think between COVID, spending a lot of time in my apartment and reading about other people's interest in birding, and then I think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barred owl, that also really piqued my interest because people were so excited about it. So I had to come and see it for myself. 为了要吸引鸟仔活过来，鲍勃也有一招，就是放事先录好的鸟仔唱歌的声音，要让真正有一只丰富啄木鸟飞来伊的身躯边。也毋过有人批评讲，这种调工的做法真无妥当，也讲人伤多会破坏中央公园的宁静。也毋过爱鸟的人讲，愈侪人来参加，就愈有机会发现珍贵罕有的鸟仔。Owls are always a treat to see in Central Park. They're not going to be in Central Park a lot. They stop off here.
中央公园的相交活动也变做纽约人伫咧疫情期间行出户外一个小小的幸福。公司新闻陈慧敏编辑。疫情影响餐饮业甲饭店，为着找出路，业者上空上芳。亲像伫日本，就亲像金毛讲即款旅馆，就甲细细间仔的床位改做隔离办公室。若法国有餐厅因为封锁令无法度做生意，跩伫餐厅的椅仔顶头放红仔鑫，希望互消费者对这间餐厅有印象，后摆会当来交关。这一个一个的空间本来是个人旅馆内面的床位，怎么变做隔离式的个人办公室？その中でもお客様に便利なものを提供できないかというところで、コワーキングスペースとしてカプセルを改装していいところを残しながら、お客様に提供する方法を思いつき行為しました。业者甲顶下床的架板提开，内面也搁改装过。原本的3架电视楼内，甲本来面床头的桌仔改做办公桌仔。或因为应酬伤过化，伫咧遮几项的人客，再去起来当做办公室利用。甲原本的帘仔扭来，就变做独立的空間。カプセルホテルという施設の中ですので、人工温泉のご利用がプラス500円でできたりも。とあとはカプセルホテルとしてまだ部屋も残っておりますので、そちらをご利用いただくことも追加のオプションでご利用いただけます。伫咧法国，经过疫情来回大流行，全国的餐厅自10月底开始又搁封锁暂停营业。有一寡业者就伫咧豪华的座位区，采一寡大型的泰迪熊布娃仔，互人看起来心情较好。Regardez, vous n'avez absolument personne qui passe aujourd'hui. Donc la situation économique est quand même très compliquée. Et nos commerçants qui ont le droit d'ouvrir depuis samedi se retrouvent avec un restaurant qui était une terrasse vide, une verrue comme je l'appelle, en plein milieu. Donc il fallait qu'on recrée un dynamisme et créer un décor autour de ça. 伫即马法国即个一般商店会当营业，餐厅是受到限制，就要等到圣诞节到新年过了，上近1月20才当营业。记者综合报道。本色毋但地球有，外太空嘛有。过去60档太空人部伫地球的轨道顶头有产生100多万地的太空粪扫，已经威胁太空人部甲未来研究工课。所以欧洲的太空总署即马决定讲，要对2025年开始拼太空粪扫。过去60年来，人类总共进行5500把的太空发射任务，总共发射23000种飞行器。即阵真侪已经真侪太空粪扫。根据 ESA 上新数据，即阵漂流在地球轨道的太空粪扫有100多万片，内底包含退役的人造卫星、飞行器烧弄甲火箭留下的残骸，也有太空人无小心落落的物件甲工具等等。So these small pieces are already one danger, but the other danger comes from bigger parts like old satellites, upper stages, or also like adapters, and this is what we are looking today. So therefore, this is a very special issue of in space, and as space is now an infrastructure, we have to keep our infrastructure clean. 这太空粪扫以时速4万公里时速射到地球，就算是微小的太空碎片，也会亲像枪支同款，探过珍贵的飞行器，甚至对太空人造成性命威胁。即摆甲 ESA 合作的瑞士清理太空公司，放弃过去想要用掠鱼方式，对太空中发射卫网回收退役卫星甲飞行器，而是采用大型的机械手骨，会大幅度来提悬回收的成功率，也会大大降低任务的成本。Say the tentacle, if we see that there is a problem, we start going into the capture. We see there is a problem, we can go back, rehearse the whole, and verify and rehearse the whole procedure. 人类平均每年会对太空中发射74个大细飞行器，了后也会展开太空旅行，甚至计划移民其他星球。若是佫未处理严重的太空粪扫问题，最后会成做人类太空发展上大障碍。公司新闻金冠庆编译。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伫大台北、基隆北海岸东半部会落大雨。气象局早起有针对基隆、新北发布大雨特报。另外要提醒乡亲，礼拜日的是有冷空气会到位，低温是15度以下，会一直寒到下礼拜4。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4度；伫中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5度；
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6度。外岛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众亲顺心，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